2026年3月1日，四旬期第二主日，福音，他的面貌發光，有如太陽。恭讀聖馬竇福音17章1節至9節。那時候，耶穌帶住伯多祿、雅各伯和他的兄弟若望，單獨帶領他們上了一座高山，在他們面前變了容貌。耶穌的面貌發光，有如太陽，他的衣服潔白如光。忽然，梅瑟和厄里亞也顯現給他們，正在同耶穌談論。伯多祿就開口對耶穌說：主啊，我們在這裏真好。如果你願意，我就在這裏搭3個帳棚，一個為你，一個為梅瑟，一個為厄里亞。伯多祿還在說話的時候，忽然有一片光耀的雲彩遮蔽了他們，並且從雲中有聲音說：這是我的愛子，我所喜悅的，你們要聽從他。門徒聽了，就俯伏在地，非常害怕。於是耶穌前來撫摸他們，說：起來，不要害怕。他們舉目一看，見不到任何人，只有耶穌獨自一人。他們從山上下來的時候，耶穌囑咐他們說：非等人子從死者中復活，你們不要將所見的告訴任何人。上主的話。从云中有声音说：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你们要听从他。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耶穌面貌發光如太陽，衣服潔白如光，顯露耶穌的天主性榮耀，顯示他是真天主子，讓3位門徒在將要面對苦難之前，先看見復活榮耀的一幕。梅瑟與厄里亞的出現，梅瑟代表法律，厄里亞代表先知，象徵整個舊約，法律與先知都指向並在基督內成全，見證耶穌就是默西亞。天父的宣告，你們要聽從他。天父明確指向耶穌，這是我的愛子，我所喜悅的，你們要聽從他。表示從現在開始，一切信仰與生活的準則，就是聽基督的話，跟隨他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跟隨我。門徒俯伏在地，充滿恐懼。耶穌撫摸，叫他們起來，不要害怕。這個動作預示，即使在受難與黑暗中，真正扶起我們的，是那位榮耀又溫柔的主。非等人子從死者中復活，你們不要告訴任何人。如果只看榮耀，不明白十字架，人就會像伯多祿那樣想留在山上，逃避走進現實與苦難。天主，你既吩咐我們聽從你的愛子，求你以你的話啟迪我們，並淨化我們心靈的眼目，使我們歡欣地享見你的榮耀。
因你的聖子，我們的主耶穌基督，他和你及聖神，是唯一天主，永生永王。亞孟。